最多生產白金嘅國家就係南非同埋俄羅斯。呢個就係一個白金礦。白金嘅礦咧就唔係淨係掘白金嘅喎，同一個礦都係揾到鎳、鐵、銅同埋金嘅喎。唔好以為咁大個礦就係掘親上嚟咧就係金、鎳、銅或者係白金，冇咁着數嘅喎。喺呢張相入邊一粒粒黃色嗰啲就係巨型嘅泥頭車，係好誇張大嘅泥頭車。將啲泥頭搬返去工廠之後，就希望入邊揾到鎳、銅、金或者白金。想像下呢啲泥頭車淨係離開個礦就已經要用幾多能源？黃金已經好稀有，白金係更加稀有。有啲人話黃金同白金嘅比例係7:1，其實係30:1喎。當黃金已經係美金4500蚊1盎司，白金只係做緊2400蚊左右，佢嘅價錢係非常之發嘅。因為普通人呢係唔會收藏白金，通常都係啲用家先至會買白金嘅啫。40%嘅白金都係用咗喺汽車嘅催化器，通常用嘅就係白金加埋鈀金同埋鋁金嘅合金，跟住就係用喺化學工業。用白金做嘅催化器就係愛嚟生產化肥，仲有就係石油提煉工業，跟住就係電子行業。Hard disk driver 上面嗰層膜咧就係白金做噶啦。由於白金嘅熔點係要2000幾度，所以一啲測量高溫用嘅溫度計就係用白金做。跟住仲有玻璃，有一啲特殊嘅玻璃都係要用白金做。跟住就係醫療設備。生產化療藥都要用白金，或者心臟起伏器，或者一啲支架都係要用白金做。仲有實驗室設備，一啲高性能嘅跑車引擎都要用白金。Platinum 除咗有好高嘅熔點之外，佢嘅密度亦都非常之高，好有王者風範。曾經要160萬先至買到嘅呢隻勞力士冰藍面 Daytona，就係用 Platinum 做。木村拓哉曾經俾人影到佢戴住呢隻錶，有木村拓哉嘅祝福，即刻由幾十萬升到百幾萬。當然加上日本人嘅 DNA 係特別鍾意白金，因為白金係唔會變色。18K 白金其實戴耐咗係有一陣黃氣，因為18K 白金係用黃金溝出嚟。當佢表面電到嗰層白金甩咗色之後，佢係有陣黃氣。白金香港就麻麻地流行啦，因為聽落去意頭唔好，好似做喪事嘅白金發音一樣。大部分工業用咗嘅白金都唔可以有效地回收。掘又咁稀有，回收又咁困難，點解佢嘅價錢唔會升呢？以前都要貴過黃金，而家只係黃金一半嘅價錢。原因好簡單，又係因為白金嘅期貨市場，有人不停咁樣去做淡倉。COMEX 嘅白金期貨市場，佢嘅 open interest 嘅張數，呢個數字係浮動啦，當然係枕住有6萬幾張喎。每一張 futures 嘅 contract 係50個 troy ounce， 即係50個恒金安士嘅白金。如果白銀有 silver squeeze， 其實白金都有 platinum squeeze 喎。而 platinum 嘅期貨合約，如果佢哋揸咗咁多短倉，一路 roll over， 由佢哋700蚊開始沽到今時今日，曾經上過2800蚊美金1盎司。雖然白金爆起上嚟應該係唔及白銀嗰隻核裂變色嘅爆炸力，佢呢個領落都唔細喎。佢哋似乎又忘記咗白金其實本身都係一種貨幣。當黃金4500蚊，比黃金更加罕有30倍嘅白金，只係做緊2000鬆啲蚊。識得買黃金，又點解會唔識得買白金呢？當大家發現白金好平喎，你又買啲，我又買啲，買完㗎喇喎。當呢啲大行揸咁多白金短倉，佢哋喺度沽緊自己唔擁有嘅嘢。一張合約50盎司，如果人哋真係要去交割呢，黃金可以 squeeze 你，
白銀可以 squeeze 你，點解白金會走得甩呢？喺1月29號嗰日，除咗白銀嘅急跌，其實白金都急跌咗200幾蚊一盎司。咁你就知道佢哋嗰日同時都喺度清理緊積存咗咁耐以嚟嘅白金短倉。我買嘅白金係 Platinum Maple Leaf， 我買嘅時候係1000蚊一盎司。當人做我唔做，殺出新血路嘅時候，咁當然梗係平啦。去到2000幾蚊嘅時候，而且又咁發，我真係唔識得建議大家買定係唔買。唔好忘記白金喺買賣嘅時候，佢嘅差價嘅賣價係好大嘅喎。如果你買一個 Platinum 嘅 Maple Leaf， 你唔係有10成信心揸到去賺幾倍呢？千祈要考慮清楚你要唔要買好多啦。老實講，揸白金已經揸到我心灰意冷，直至佢突然之間急升。對於投資貴金屬，我嘅個人風格係同佢死過，但係1000蚊嘅時候喎，並唔係2000幾蚊喎。做乜嘢都好，時機係好重要，錯過咗就係錯過咗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想買一個10分一盎司或者半盎司嘅白金，其實都無妨。起碼喺歷史上呢次嘅 Platinum Squeeze， 你都有份出力，你都變成呢個傳奇嘅一部分。呢個 video 只係學術研究同埋個人意見，並唔構成投資建議。喺你作出投資決定之前，一定要清楚了解自己承受風險嘅能力。貴金屬可升可跌。希望你鍾意呢個 video，請你 like 呢個 video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多謝。